虽然讲这两天北部地区有落一寡雨，不过对水情的帮助却是真有限。伫咧台北市的豆仔埔溪，却因为欠水造成真侪鱼仔病毒，县政府派人去处理，想要到外包厂商，竟然是当场挖一个坑，把这死鱼仔带起来。当地居民看了后也批评讲，安尼是伤过分。规排的死鱼仔现场传出一阵搁一阵的臭风，最近可看溪水内底的水愈来愈少。鱼仔因为氧气无够，大批病毒，啊，毋过前来处理的人，却互人发现，竟然直接挖坑，把死鱼仔带伫现场。门窗已经紧闭了，还戴口罩，所以这真的是让周边的里民真的是非常愤怒。先挖个坑洞，就把那些死鱼的尸体啊就地掩埋，这种便宜行事的方式真的是太离谱了。那我要求我们公务处一定要将这个鱼尸体把它气运走。县政府知影了后，联名阻止厂商这款做法，而且要求把已经待在现场的鱼仔清掉，来对外包厂商进行处罚。这个方式是不对的，必须要先把一些死鱼先集中，然后整个清理完毕，再外运到合法的地方弃置。这个是整个一个流程。后续我们会持续来注意这个状况，针对这次厂商的跟监造的一些疏失部分，我们也会依据契约来做一个罚款动作。附近居民讲，因为欠水，所以造成鱼仔死亡，大家拢会使体谅。啊，毋过无应该用这款方式处理。政府后续来派人伫现场监督，袂阁发生乌白带的状况。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。